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，来做伙食素食的甜点心。专门做甜点心的师傅叫做朱芳威，为了要顾囡仔的健康，决定要甲室内设计师的工课师调来学做芳。因为本身食菜研发含人无共款的甜点心，无掺卵，无掺巴达。甜点心的糖拢是用甘蔗做的，天然的上介好。拄开始当然是艰苦坐挂，也毋过伊甲食苦当做食补。即马毋若是咧工作室开班教人，佮写册含大家分享伊做素食甜点心的秘诀。伊卡古水的火焰酱巧克力豆鸡卵糕，佮有绵碰松的马德莲，含红茶天使的鸡卵糕，拢总有即种甲摆甲规刀啊，互真正爱食即个甜料的查某囡仔，紧想要来甲试看卖者。毋过无讲你毋知，这拢是纯素的即个甜料哦。你要哪一个？你要这个？好，这个给你。就连这个家长嘛，带囡仔做伙来食，因为这拢是纯素的甜料，内底无加冷甲卵，食起来个更较健康。很自然、清爽，然后不腻口。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友善环境的素甜点，因为对孩子吃了我也比较放心。你吃起来口感，如果你不特别说它是素的话，你不会联想到它是素食的。吃完之后消化或是整个身体上负担没有那么重。安尼，互身体无遐尼大的这个负担，这个纯素的甜点是用手工来制作的，困难度有较悬。头起先都爱用这个低球筋的米粉，对，低筋面粉。还佫爱掺这个斯里兰卡生产的可可椰粉，只爱做伙含米粉甲敲好嚼。因为我如果没有先拌好再过筛进去的话，那个口感会很硬，然后很干。过来豆奶都爱掺这个有机的蔗糖，含葡萄籽油做伙甲拉一下。安尼通互油甲糖彻底扬做伙，就敢若亲像有凝滑的感觉。这时阵的面粉就会当准备来过胎咯。过胎过面粉，安尼烘起来鸡卵糕，食着更较有滋味嘛，更较幼稚。甜桃掺腰果做出来的麦达，呈现出天然色的粉红色，甲入伫个杯仔鸡卵糕顶悬。这道甜桃口味的杯仔鸡卵糕实在有够卡哇伊的。这个创意素食鸡卵糕，拢是这个素食甜点的师傅做的。伊就是朱芳伟。伫个6年外前，伊还佫是一个室内设计师。为着囡仔健康，伊才来研发这款纯素的甜料。我一开始就是先把蛋拿掉，至少还可以做出一点点样子。那整个奶也拿掉之后，这完全就做不出来。虽然拄开始是安尼坎坎坷坷，不过伊研究2年了后，总算成功研出这道素食的鸡卵糕。这种辛苦都是自己的感受嘛，那你一直在不停的实验，然后试做的阶段，一定会我觉得要很强的毅力啦。我晚上在画设计图，他在旁边在找这方面的资料，然后自己逐一的研发。然后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看我做，也觉得我很开心，比以前工作还开心，就有成就感这样子。伊真保守这份真无简单才有的成就感，来做素食甜料行嘛已经有6年啊。即摆佫开一间教学的工作室，甲这个手工做纯素的甜料的秘诀，拢甲写做一本册。伊个人袂囥步，拢甲公开咧食谱顶悬，要来甲这个有创意的素食甜料来分享，互更较侪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